个进前国内外疫情拢正严重的时阵，伫咧桃园机场工作的第一线人员，也是爱坚持家己的工课，尤其是移民官，爱面对的是世界各国的旅客，心理的压力有够大。都当然讲，因为惊感染到病毒，会危害至亲家属，所以甚至有7个月这么久的时间，拢唔敢回去厝。明仔载边境就要来解除了。这个机场内内外外是全体总动员，做好万全的准备，要甲机场调整回去疫情发生进前的状态。打来，大家要正式回到正常的生活了。你好。虽然久来采验身份是旅客伫机场一定要做的动作，嘛是移民官的日常。疫情互机场第一线人员更加辛苦，嘛有当然烦恼为着病毒的风险增加，唔敢回去，干来当靠手机来改乡愁。国际的疫情很严峻的状况之下呢，其实我们在第一线国境的第一线的同仁其实是非常恐慌的。来自各国的旅客，我们其实不知道他从哪里来。逐工伫机场几啊点钟，心理压力真正真大。面对13号边境放令，机场所有人员全部拢已经做好准备。是平常心啦，就是只是清洁的频率会比较频繁一点，然后消毒还是依旧持续做。用平常心面对，毕竟清洁员嘛和第一线人员同款，要和入境的旅客接触，规工穿防护衫，防止病毒入侵。工作人员甲用餐柜隔板拆落来，随着国境开始解封，旅客开始增加，都是要甲机场调整做疫情进前的状态。疫情前是服务旅客，然后变成是防疫为重点，那又随着各种的措施不断的在做调整哦。我想过程当中大家都是有非常的这个辛苦哦。桃园机场讲一路行来实在真辛苦，为着袂互解封影响脚步，一个月月进前都已经开始进行各项解封措施。机台开国门会当赶紧恢复应过应景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